第7章。這事以後，耶穌在加利利遊行，不願在猶太遊行，因為猶太人想要殺他。當時猶太人的住棚節近了，耶穌的弟兄就對他說：你離開這裏上猶太去吧，叫你的門徒也看見你所行的事。人要顯揚名聲，沒有在暗處行事的。你如果行這些事，就當將自己顯明給世人看，因為連他的弟兄說這話，是因為不信他。耶穌就對他們說：我的時候還沒有到，你們的時候常是方便的。世人不能恨你們，卻是恨我，因為我指證他們所作的事是惡的。你們上去過節吧，我現在不上去過這節，因為我的時候還沒有滿。耶穌說了這話，仍舊住在加利利。但他弟兄上去以後，他也上去過節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正在節期，猶太人尋找耶穌說：他在哪裏？眾人為他紛紛議論，有的說他是好人，有的說不然，他是迷惑眾人的。只是沒有人明明的講論他，因為怕猶太人。到了節期，耶穌上殿裏去教訓人，猶太人就稀奇說：這個人沒有學過，怎麼明白書呢？耶穌說：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來者的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曉得這教訓是出於神，或是我憑着自己說的。人憑着自己說，是求自己的榮耀，唯有求那差他來者的榮耀，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裏沒有不義。摩西豈不是傳律法給你們麼？你們卻沒有一個人守律法，為什麼想要殺我呢？眾人回答說：你是被鬼附着了，誰想要殺你？耶穌說：我作了一件事，你們都以為稀奇。摩西傳割禮給你們，其實不是從摩西起的，乃是從祖先起的。因此你們也在安息日給人行割禮。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禮，免得違背摩西的律法。我在安息日叫一個人全然好了，你們就向我生氣麼？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，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說：這不是他們想要殺的人麼？你看他還明明的講道，他們也不向他說什麼。難道官長真知道這是基督嗎？然而我們知道這個人從哪裏來，只是基督來的時候，沒有人知道他從哪裏來。那時耶穌在殿裏教訓人，大聲說：你們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從哪裏來。我來並不是由於自己，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。你們不認識他，我卻認識他，因為我是從他來的，他也是差了我來。他們就想要捉拿耶穌，只是沒有人下手，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。但眾人中間有好些信他的，說：基督來的時候，他所行的神蹟，豈能比這人所行的更多麼？法利賽人聽見眾人為耶穌這樣紛紛議論，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就打發差役去捉拿他。於是耶穌說：我還有不多的時候和你們同在，以後就回到差我來的那裏去。你們要找我，
卻找不着。我所在的地方，你們不能到。猶太人就彼此對問說：這人要往哪裏去？叫我們找不着呢？難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猶太人那裏去，教訓希利尼人麼？他說：你們要找我，卻找不着。我所在的地方，你們不能到。這話是什麼意思呢？節期的末日，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穌站着高聲說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這裏來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經上所說，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。耶穌這話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。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，因為耶穌尚未得着榮耀。眾人聽見這話，有的說：這真是那先知；有的說：這是基督；但也有的說：基督豈是從加利利出來的麼？經上豈不是說，基督是大衛的後裔，從大衛本鄉伯利恆出來的麼？於是眾人因着耶穌起了紛爭，其中有人要捉拿他，只是無人下手。差役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裏，他們對差役說：你們為什麼沒有帶他來呢？差役回答說：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。法利賽人說：你們也受了迷惑麼？官長或是法利賽人，豈有信他的呢？但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詛的。內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從前去見耶穌的，對他們說：不先聽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作的事，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麼？他們回答說：你也是出於加利利麼？你且去查考，就可知道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。